澳門10月份有黃金週嘅加持下，博彩毛收入再創今年同埋疫後新高，按年升近16%至240.86億元，按月亦都大升咗31.7%。10月期間，澳博旗下已經有2間衛星場結業，其中喺10月尾關場嘅英皇宮殿，喺僅開放1樓角子機同直播娛樂場嘅情況下，殺數仍然錄得約2900萬元，可以話係完美嘅收官。至於11月中停止營運嘅麗宮娛樂場，10月份就錄得殺數4020萬元，相比9月份增加咗9.8%，生意略為改善。而另一間喺11月下旬結業嘅皇家金寶，10月份殺數僅錄得2630萬元，按月跌咗12.3%，成為10月份澳博旗下收入最差嘅衛星場。而喺另一方面，盟主新東方置地仍然係最旺場。10月份殺數按月續升12.1%至2.4億元，實力仍然最強，位列榜首。另一間經常排名頭3位嘅財神，10月就錄得1.21億元，按月亦都升咗12%。至於金碧，10月份嘅殺數就按月大升咗31.2%，錄得1.05億元。有大行報告指出，隨住澳博衛星場嘅逐步結業，衛星場嘅市場份額由1年前嘅5.1%降到而家嘅3.9%。澳博就話，基於合約嘅限制，之前冇辦法直接接觸衛星場嘅客戶，而部分嘅競爭對手就採取更積極嘅策略爭取呢啲客戶，影響咗集團整體嘅市場份額。不過根據最新嘅協議，澳博自11月起可以直接接觸衛星場嘅客戶。分析認為有助挽回部分流失嘅市場份額。至於澳博原本想收購嘅凱旋門同16浦物業，早前宣布只有凱旋門成事。有大行亦都預計澳博完成收購凱旋門酒店之後，將進一步推高負債比率。但係亦有大行認為17.5億嘅收購價係相當具有吸引力。